今仔日，逐工拢有新的进步，就是想法有愈来愈较有智慧。毋过咧，就是定定想拄着代志，就无伫骹会当讲用一寡有智慧的方式。毋过这就是靠练习，就亲像讲这过哥哥吼。奇怪，以早到我拢无话讲，伫台语房 Clubhouse 的台语房。毋过，就是因为讲，伊替迄台语房的房主互赶走，拄仔好，迄房主是甲所有的人第一个赖的群组，因为这赖群组是为着过哥哥吼，伊定定有一寡想要甲大家讲的这抱怨嘛，毋过伊阁惊讲安尼可能无符合即个房间的赖群组的一个风格，伊就惊。我就提议讲，无伊就家己起一个群组，内底嘛有人，爱来的人就有心理准备啊，就是讲，这主要就是过哥哥伊的一个房间，一个赖啦，赖的搁一个较细群组安尼。毋过伊就是嘛是甲即个房主有一寡争论吼，有一寡啥物赖来赖去迄个图啊，抑是啥物口劝啊，安尼传来传去。迄房主当然就无袂爽啊，就变讲拢甲这房间其他的人，因为其他的人房主认为迄就是看伊的面子来，拢是伊的朋友啊。过哥哥就是来插花啊，就是为着讲我即个提议安尼尔，就甲大家拢每一个拢退出。毋过就上尾即个房主嘛，家己退出迄个过哥哥主要的过哥哥为着伊的群组，毋过就留下我即个人嘛，然后就变讲我甲过哥哥内底两个人尔，阮拢有开讲。对我来讲，这就是缘分啦，就无讲想讲这为虾米即个房主是对我哪会遐特别，抑是讲对我会有啥物意见？我有发现讲，原来迄个 Clubhouse 为着因去创立的即个赖群组内底啊，甲这过哥哥已经甲伊互伊退出啊，甲伊踢出去啊。我想讲加在我搁伫内底，有可能我嘛无讲啥物伤超过话。毋过这房主有可能搁伫甲我观察，我就是足久无去啊。其实迄房间是若拢讲台语是袂歹，毋过定定就是有人会开始讲华语，其他的人啊，因对台语嘛毋是讲足坚持的，讲台语爱加讲啊。嘛无安尼想，因就是来交朋友的，拄好拢会晓讲台语尔。毋过嘛，哪讲哪毋讲，就若有一个人使用华语，房间拢替伊牵去，就变成华语房。阁有一个原因就是讲，因为房主伊有较有伊的意见，变讲我就会惊，讲这讲话拢爱做细腻，安尼就无意思啊。阮嘛是想讲，伫 Clubhouse 就是要练习用台语来讲话，毋过变讲较无自在。我就想讲，若用日记的方式，就是我一个人安尼讲，嘛袂影响别人，嘛袂有人有意见。只是讲即个方式，就讲较无法度去做一个实务上的练习。练习就是讲，实际上的状况，就是会拄着无共款的人，你来练习敢讲，
敢用台语讲，咱华语是拢足顺啊，毋惊讲沉淡去。毋过用台语来沟通的话，用台语来沟通的话，就是真正爱认识，啊无就讲啥物意见，其实拢讲甲怪怪，无顺。啊，毋过既然伫台语旁变讲，定定状况就毋是会当掌握，嘛上重要就是惊讲话阁有人会无欢喜，安尼足无自在，我就较罕去。较罕去其实甲大家感情当然就是会较生疏。毋过我即马就知影讲，我的目的是啥物。若讲虽然讲有人对我有意见，迄不要紧，就互伊有意见，我毋免去想讲要做一个大家拢无话讲的人，做甲足周全、足周到的，莫互人会加讲话。我就袂安尼想啊，我讲无差，真正无差，就是我爱渐渐知影讲，有一寡代志拢莫囥伫心肝头，就亲像讲，即个帮主，伊的世界主角当然是伊，伊的感受，伊当然是头一个是照顾伊家己的感受，伊的观念，伊要袂当讲甲伊观念无共款啊，无共款，伊就会看袂，就无顺眼啦，就看袂落去啊。啊，计哥哥当然嘛有伊的世界，伊家己的剧，家己的戏剧，伊嘛是内底的主角。啊，其实我嘛是啊，变讲我着爱体谅讲，每一人拢有伊家己的剧情，有家己的立场。伊上了解就是伊想要保护的，就是伊家己的感受。我毋免讲去足惊讲变怎伊对我印象无好呢？伊会想讲掠准讲我这个人无好，毋免想安尼。就算我搁较好，别人嘛是讲会使，嘛搁较好嘛毋是上重要的人。上重要的当然是家己，较是每一个人的世界内底上重要的。就变做讲，我就会安尼定定去知影讲，恁无要紧甲无要紧即种想法去做一寡练习，毋是讲足硬的，硬啊足气的讲我着无安怎无合理啊，伊是想啥物去？伊无欢喜，伊想去，迄是伊的世界，我若毋是讲真正讲，甲伊影响着，伊看无欢喜，其实就互伊看无欢喜，就是爱会当接受讲，就互伊看无欢喜，安尼不要紧。若讲有缘分，拄啊好会当，伊早讲想讲一定讲无话，伊就是甲即个计哥哥就是甲帮主上有话讲，有一个因缘，变讲伊甲我交流，我就拄啊好我对身心灵有一寡研究，拄啊好计哥哥就是信上帝，安尼其实嘛有话讲啊，就是毋免讲勉强讲一定爱安怎，毋免强求。就是一切拢是伫水内底，伫水内底，安尼水流去倒位嘛不要紧，就对即个水流爱有安全感，莫想讲，为虾米爱安尼？是毋是有误会为虾米？足惊吓，惊，人定定惊讲别人家己误会，其实嘛是一种惊吓。今仔日就是，我的小姑要摕物件互我想讲因转性啊，拢袂惊我即个胃腹无转来的人欢喜伤早，真正不爱见我一面。其实惊吓
是不要紧，只是讲这影响，就是定定迄想法，拢是足惊的，拢为做上摆拍算。其实这拢是变做一种惯势，思想的惯势。我即摆会当做的其实就是去练习，练习讲台语。练台语就是讲有机会就加看，加讲，加练，加听，就是安尼去练习。毋过我毋免阁去想伤济有诶无诶。像咱伫 Clubhouse 的房间，一群人为安怎？一群人为安怎会有一寡无欢喜？就是去想伤济，讲这人无甲我尊重，这人讲即种话甲我插着，我着尽量莫去想这，亲像讲学台语，有人会讲，有人会讲我台语讲啊无啥好势，我着毋免去想这，着亲像讲要去拼考试共款，就是我着一直读册，到时就是去考试。就安尼就好。若有人伫考试讲，哎呀，你安尼若考袂调要安怎？拢毋免去想，就白煞安尼。我即摆嘛是有机会，就是加练台语，就毋免想讲，哪会别人练啊，足紧就学会起来。我练遐久，安怎搁安怎？我相信我会找着一条下家己的路。像我就想讲，我对翻译就是华文翻做台文，我是有兴趣的。有时阵看着华文，是讲人会用啥物？是安怎？用啥物台语来去翻译，翻做台语咧？我是较有兴趣。毋过我嘛袂想足济，讲哎呀，这嘛趁无食，这安怎？拢毋免想伤济。即摆人上大的烦恼就是想伤济啊！变讲做一件代志，就定定会去看，会去比较，会去想讲，这就是得到甲失去之间，一直伫计算，一直伫心内计较，心内比较。这拢是，拢毋免，就是讲，我着找机会练台语、练台文，都毋免去想伤济。爱相信讲有一条路是为我设计的，就是爱做。若拢无做，拢用想的，迄当然就无法度。就是安尼。